咁啊，差唔多啦。咁我或者首先請下局長同埋副局長講你嘅説話。首先呢，我係無黨無派，我係一個基督徒。我自己行嘅每一步路呢，我係忠於我嘅信仰，忠於我自己對教育嘅抱負同埋熱誠。香港係一個多元化嘅社會，咁我完全明白呢係有唔同嘅聲音。咁呢同埋呢就係對於一啲未知因為未發生嘅好多嘢嘅疑慮呢，咁我相信我以我實際嘅行動同埋我工作嘅表現呢，係可以釋除大家嘅疑慮嘅。咁蔡副局長呢嘅委任呢係由我自己提名，亦都經過聘任委員會呢嘅考慮呢，最後係由行政長官任命嘅。蔡副局長呢有20多年喺前線教育前線工作啦，亦都係有豐富嘅教育服務同埋社會服務嘅經驗。咁我係考慮過不同嘅意見，我亦都考慮過唔同嘅人呢。最後我係覺得呢，蔡副局長呢係最適合做呢個位置嘅人。